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黎廣德。我想同大家介紹下我嘅政綱。我嘅政綱三條支柱：發展、民主、公義，構建優質香港。因為香港嘅發展呢，去到一個關鍵嘅關口。我哋而家一方面經濟好蓬勃，失業率係新低，但係另一方面呢，我哋都見到樓價係新高，仲高過97添。仲有一啲我哋好唔光彩嘅排名，就係我哋嘅堅尼係數，即係話我哋貧富懸殊嘅差距呢，係全世界發達城市之中最高嘅。過去工程師一直呢係對香港發展有好大嘅貢獻，但係我哋發展嘅動力呢係以傳統嘅大型基建為主嘅。嗱，大型基建呢，的確呢係對香港嘅建設呢係有個核心嘅作用。喺下一波嘅發展之中呢，亦都係好需要。但係我相信我哋要有新思維，係以民生建設、本土發展嘅需要呢作為我哋目標。譬如話喺房屋方面，我哋香港人呢只有145平方尺，比起隔離嘅深圳珠三角呢嘅365平方尺呢係低1倍有多。如果我哋要追上呢個水平呢，起碼我哋要興建22個沙田新市鎮。醫療方面，我哋每1000人只有3.8張病床，比歐盟5.5張咧係低好多。如果要追上歐盟嘅標準，我哋起碼咧係要起多7間大型嘅醫院，伊利沙伯啊、瑪麗醫院呢啲。教育方面咧，我哋只有18% 嘅青年人咧係有大學學位可以供應嘅，所以我哋有40%嘅年青人，就算考到入大學資格，都仍然入唔到大學。淨係要滿足呢個需求呢，我哋都起碼要起多5間城大或者科大。因此，工程界其實完全唔需要擔憂下一波嘅發展係唔夠工程做，因為只要政府定清楚一啲民生嘅所需嘅目標呢，我哋完全有好大嘅發展嘅空間。但係關鍵就係我哋能唔能夠令到政府真係以民生需要為依歸呢？呢個就決定於我哋有冇一個民主嘅政制。我哋知道政治權力嘅壟斷必然帶嚟經濟嘅壟斷。如果我哋冇機會普選嘅話呢，只會永遠都係由少數人決定咗佢哋嘅利益，而且由少數人呢騎劫咗我哋嘅公共政策。因此，我係絕對贊成盡快有普選，盡快令到一人一票選特首之餘，亦都可以係選立法會。另外，我哋要非常重視社會公義，因為香港呢個社會，我哋有1/3嘅老人家係生活喺貧窮線以下，1/4嘅兒童呢係生活喺貧窮家庭。我哋政府嘅庫房有成2萬億嘅儲備，點解我哋可以容許咁兩極化嘅情況呢？因此，工程界需要關心嘅，除咗發展之外，亦都要同時關心民主同埋公義。我好希望通過我嘅努力，亦都通過大家工程界朋友一齊齊心齊力，令到我哋香港人真正係有一個民主公義嘅社會，同時有一個新思維嘅發展，令到所有人都真正可以安居樂業，香港成為一個可宜居嘅城市。多謝大家。